本次任务将有新人入场，任务开启。任务奖励还有抽签，会不会还有 AK、高达、异形战机？我们进入了无限流副本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，我是金蝉司的小和尚真定，让我先拍拍扑克脸的马屁，未雨绸缪，不敢当。又是8个字，你丫是机器人说话费电呢！小和尚，你小小年纪哪学来的这些红话？果然还是和他面前而猜下去，我得快点变强才行。生死面朝天，不死万万年！拼了！